见啥见啥。咱自过去坐以来，拢安尼想啊，见啥？相对的对立，针锋相对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嫉妒、三毒、贪嗔痴、四相。人上五相，众生相，寿者相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六欲，色声香味触法七情喜怒。你看，这物件是毋讲师？你看咱的体育班讲师上拢甲咱上种课尔，遐一直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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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佫袂使呢，酒继续在咧啉呢。只要嘴就是危险的呢。若拢无上的，就较惨。因为拢无上，并无离志的机会啊！一直上课，一直上课，加上咱的三师弟弟行大人救人，加上咱的行功妖员，有时阵，你一点一滴的智慧突然就咱家己体会着，遐体会着永远就拢咱的啦。咱咧修因修较上定阴阳义气了了，迄气讲袂生就袂生啊，因为都要种气啊。无迄个气质，咱真正无气质的，你敢知气质非常的好，因为这就是咱真正咧用的一个工具。拢做物件，所以人就形容人大的这个界就是苦海，伊就是拢总苦，就是做做物件形成的，甚至讲伫山海底佫有啥拢海会较济，好的较少啦。1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去甲排排毋好的足济，要排好的排无几项人要出来，爱拢伫咱接收变化出来。所以修道修啥物？修道修心，办道要办啥物？办道就是尽即个心，尽咱原地迄粒现心、道心、迄粒佛心，啥物名词拢可以讲，但是实在上咱若是进入即个境界，拢无通去讲啊，拢念念啊。咱甲面这孔老师来讲，我就是佛，佛就讲伊家己是佛嘛，袂啊，是咱就应研究来者即阵是啥物佛，啥物开始爱研究的，然后等下看要坐咧安怎办的。本身进入到遐就拢，就是咱王天老师时常拢会讲，若有钱啊，敢会听到了讲钱。这钱就收这个讲钱要来啊，伊就讲别人讲伊无的，咱人就是安尼，一直追逐，伫即个苦海人间安尼，这物件拢袂离开，所以流浪、生死、相定、苦海、饮食、真道，所以因为知日子，所以即个危险永远拢脱袂开，轮回你知轮回，就是安尼产生的。所以看咱咧修行会几十年，讲所讲讲在课，讲三毒啊，讲四相啊，讲要怎解决，你甲人讲足侪方法，但是这咱咧听体会是咱家己，咱有体会才有所得。咱若是拢无体会，还是讲师自己的，还是做会出来人家己咧得。所以个人修，个人个人作业，个人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应该上次嘛有讲啊，以早的开智慧就是嘛共款分别名相不离休，名相就像花啊，迄花是开的就过啊，人间咱物件认识就过啊，毋过咱该饲的呢，不如讲互我来比互人听啊。咱咧人间咱叫众生嘛，无常，咱上惊无常。但是人间拢咧演种戏，为啥物咱的心就是安尼啊？袂理智嘛，变化无常，七情六欲啊，人上够济啊，烦杂啊，烦恼也有够济啊。但是到尾来其实是真空，咱家己甲体会啦，是毋拢空啊？等下互我来解互人看。英雄美人百代过客，其实过就过啊。无人要搁讲啥，尤其到这个时代现在是啥物时代 ？AI 的时代呢？我的天哪，那个上台拢那机器人在闪出来。